来你，这个讲累啦。我想讲，今仔互你一个机会。哦，什么机会？互你一个对象，你甲你有车计你甲15岁你甲安尼。我咧讲，哎呦，你这样吼要死就车15，要带就放较好啦哈。要陪望你都找无路啦，你总嘛看你有天就乌一边啦，我看有规个天乌了了，鸡裤脚无鸡狗，看车狗哩，迄个裤肚都无，迄裤布烂啦。哦，你起来吼无成人，坐佫无大段啦哈，甲螺丝，甲你锁无按的哈。我咧讲哦，恁总嘛真正是吼，你好心摆萝卜顶，好心摆萝卜我你老实。你总嘛真正感觉你是爬楼尾顶咧袂得通落来。啊啦，欠腿，哎，欠毛腿，哎呦！我看你真是路边的卖鸡高汤啊，路边卖个高汤，爱人叫。哦，汤爱叫腿，哎呦！我看你真正是路边的木龟，是啥物？欠人吐。我看你真正是皮包啊颠倒饼，皮包电豆饼。你包皮。我看你是番麦咧烂一边，番麦烂一边。你灌水。哎呦，半水啦！半水恁知意思无？就是迄个跟，灌水是不是灌水来着？他生的时阵，卡生的时阵，系啊，拜卡，对对对，对，迄有迄时段咧美音啊，嘛是咧灌水啊，就摕袂好是安怎呢？唔难呢尔，下文个罢，遐有毛笔伫啊吼。哦。一个开始，啊未，这无还未开始呢。靠呀！我讲3点外钟还没开始啊，啊！袂啦。哇，这真挑着硬啊呢吼！因为大家想讲，啊，迄个人，迄个细微敢若茶白的茶白的，哪有影啦？无影，但茶白毋是歹话，茶白你会晓写茶白无？茶白要是，台语有话，但是有当时无力呢。有啦，你茶毛笔，白，我等一下你毛笔讲。茶茶白写，大家写看，你试讲嘛？我你唔知写对无？这是什么字啊？查字典的查字典。少一撇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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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右边，右边，右边撇，右边再一撇，大一个大，上面是大，一个木，是一个木，木啊木。这个伸往下伸，对对对对对，不是，是一个，哦，这是裴叔啊，这是杏仁的杏吧？你讲一怕个，了，你想我来看嘛，这两个有字哦。好嘞啦，那个写你给我写茶啦。我来写茶哈。啊，白话你写。这个紫嘞，紫色的紫，敢不是？菜啦，茶。啊白嘞。菜。茶白。唔是啦。啊，不是哦。茶白是古早时代这个富人人长头章嘛，热迄个。要做工课阵啊，头毛长起来，迄支茶做迄支啥？哈，好茶。迄支叫茶白。茶白，对，白是安尼写，白就是安尼煮，白就是安尼。今天啊，好有学问茶白是这两字哈，茶白这两字，茶白毋是闽人的话，是形容较早的查某人做工课的情形。我安尼现在敢对？你白写伤济。哦，这免。哎，对对对，啊，你若这搞啦，光头随在尾安尼，厉害厉害。茶白是我做解说安尼对无？对啊对啊对啊。哎，咁会。